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22号。这一期咱们聊这个大学生啊。今天这个财新网啊，他看那篇文章叫《为什么把大学生当中学生管》。这个文章开头啊，他说高等教育普及化后，大量连基本学习习惯都没有的孩子进入大学，大学不得不对这些学生补课。近日媒体又发文批评大学管理中学化。他说其实近年来舆论已频繁批评高校把大学生当中学生管，这些被批评的做法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严管生活如课堂纪律，从宿舍卫生到课堂纪律也是事无巨细，比如敦促起床、上课不准拿手机，甚至要求坐前排等等。第二，组建家长群，把孩子的情况，包括考试成绩、如违纪等情况事无巨细向家长通报。坦率地讲，这些批评都有其道理，说大学生都是完全的刑事民事责任人，既成人了，高校还把他们当未成年的中学生管，显然存在错位，让人们觉得匪夷所思。但我更想多问一问，为什么过去大学没有这个问题？说坦率地讲，很多大学也是被逼无奈。这文章说为什么这个学校是被逼无奈呢？首先来自父母的强烈要求，说多年前一位顶尖大学老师给我介绍过他们组建家长群的过程，以往本来是没有的，但新学期开学后，一部分家长频繁追辅导员，甚至找系上的领导要求组建家长群，并引经据典讲理由，拿其他高校类似做法当范例，最后被迫让辅导员组建了家长群。家长群目前在高校非常普遍，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家长。一些过度关注的父母仍然要持续关注孩子，尤其是大量来自城市家庭的父母，不自觉的想当直升机父母，希望关注了解孩子的情况，强烈围攻学校，这是各种家长群诞生的主要原因。一些学生看上去学习优秀，却往往是在父母与学校严格管理下实现的。一到大学，宽松的管理往往让这些孩子彻底放飞，打游戏荒废学业也很普遍，所以家长的担心也是情有可原。第二呢，是学生问题，说高等教育普及化后，考不上大学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2024年高校招生约1070万，这其中不包含专升本如中职直升的部分，如果加回来就是逼近1200万。本科线不足300分，专科线150分，说征集志愿补录时往往降至100分，几乎等于没有学分要求，人人都能上大学。在这种背景下，对一些学生，很多大学不得不从最基本的行为习惯抓起，比如按时起床、按时上课、不能带手机等等，甚至驱赶式学习。比如一些学校发文要求上课时坐前排，以最大可能防止孩子们上课刷手机。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补中小学的课，培养基本学习习惯，否则孩子们就放羊了。一些高职学校甚至全面照搬中学的管理模式，以最大程度解决学生学习而不是打游戏的问题。东北某高校宿舍11点前大门紧锁，主要原因就是担心孩子们点完名又跑回宿舍打游戏，结果学生投诉说2024年某大学的老师因为所带3门课不及格，不及格率均超过30%，被教务部门要求整改。这位老师愤怒地发出士可杀不可辱。他举例说孔雀东南飞里面的主人公是谁和谁这道题竟然50%以上不及格，大概意思就是不是我出题难了，是他们不学。我倒是觉得是这个老师太较真了，就是你可以出孔雀东南飞里面的主人公是谁和谁这道题，这是个考点一个知识点。同样这道题如果你想让100%的人通过，那你的这个考点这个考试的这种方式给它变化一下。如果你只想让30%人通过，同样这个题，对吧？你可以通过你的这个题目的设置确实有70%人答不上来。所以反过来说还是这个老师水平有待提高。文章说1998年是大学扩招的前一年，职高加普高招生930万人。2024年高校招生
1070万人。什么意思呢？1998年啊，全国职高加普通高中一共才930万人，2024年就是高校招大学生就已经1070万了。说简单从这个数字对比，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从稀缺性上相比，现在大学生的确可能不如当初的中学生。当然，中学生管也是无可奈何。这个就是咱们以前经常说扩招的，对吧？你虽然是大学生，但你是扩招的。那这个文章的意思是你扩招的，你跟中学生是一样的，你就是中学生啊，所以当中学生管没毛病。三是舆论与家长对学校的绑架，说一旦学生出现问题，不分青红皂白的批评高校，比如挂科拿不到毕业证，家长就会指责学校为什么不早告知父母，这时大家都忘记了孩子早已成人。同样，因作弊被抓，孩子走了极端，也成了学校的责任，甚至家长无理查访，也就是上访啊。说如今啊，一些高校的学业预警被舆论高度关注。其实很多高校早都有了类似学业预警规定，学业预警制度本身就是为了解决当下现实问题而推出的。按说，一个合格的大学生本就应该知道不及格是拿不到学位的，但孩子们不为所动，于是学校不得不频繁预警，目的不仅仅是警示提醒孩子，也是同步告知家长，让家长协同配合的同时，也是为事后拿不到毕业证做好铺垫，避免陷入家长无端指责与抱怨。更不要提大量被过度呵护的学生，缺乏足够的历练，多多少少都存在一些心理健康问题，这些堆积的问题全部在大学爆发，一旦出事都是大学的责任，没有人会访问家长与中小学的责任。把大学生当中学生管，大学老师当回了中学老师，实属无奈。从这个角度，与其批评高校对大学生管理的中学化，不如拿出更好的解决办法，不要只是批判，好像大学不知道这么做是存在问题似的。这个文章啊就结束了啊，说为什么把大学生当中学生管。那我们也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这2年还真跟大学生打交道不少，然后这个再加上咱们社会热点问题很多跟大学生有关。你比如说这个鸭脖鼠头，还比如说这个研究生导师 PUA 研究生举报导师这个性骚扰或者是性侵犯等等，就是关于大学生的这个热点也非常多。所以我来聊一聊这个现在为什么会有把大学生当中学生管这个现象。首先当然跟家长有密切关系。这个我们的家长现在由于这个科技发达，对吧？从幼儿园开始是不是老师就建群，把家长建到一个群里面，然后通过这个群呢，家长可以说对小孩是360度无死角监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其实现在幼儿园是您通过这个 APP 你可以实时看到你们家孩子在幼儿园干什么，中午吃什么，睡觉睡得怎么样。不仅幼儿园有的在家里也装了这个监控，这样他上班的时候，保姆或者自己父母带孩子的时候，他随时不要小看这个动作这个因为那个小孩小的时候，你看你是担心他出了问题，没人知道，这个情有可原但是这个一旦形成习惯了，你上幼儿园也要看，上了小学还要看，上了初中上了高中，就是家长往往就是没有一个边界感，他就一直这么看下去。孩子上了大学了，他还要看，也不放心他就是这么看着他长大的。我想这个大家都能理解这就养成习惯了，叫习以为常。所以文章也说了，这个大学新生一报到，有好多家长就要求辅导员赶紧建群。就为什么建群呢？实际上就是便于对孩子进行监控，实时了解。这个有家长的原因，当然也有现在这个科技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那家长为什么会这样呢？家长难道不应该他能理解说孩子大了应该由他自己去？不是这样的。我们中国的教育本身还有问题，就我们的家长总是自以为是，这跟我们的教育制度正好完美配合。他就是按照一个标准，按照一个模子去培养一个人。就你从小你必须干那个。什么叫成功成功的标准是什么？他都给你量化了，对吧？别人家孩子数学考100分，你考95，那你就差，你也得考100。也就是我们得按一个模子去培养一个人，必须培养成这样。所以我们就要严格监控，对吧？你是不是走歪了？所以我们要关心他的数理化，关心他的语文，关心他任何学习。也就是我们早就给他定下了一个标准你就只能按这个标准来。完了之后我们还监控，对吧？要落实你是确实按这个标准来的，一点这个差
差池，对吧？一点误差都不能有，所以往往表现出是一种掌控、控制。一旦他偏离这个轨道，你给他设计的这个轨道或者这个模子，你就感觉天塌了，这孩子废了，完了，对吧？这个我认为是家长的问题，当然也跟现在的社会这个教育制度有密切关系。很多家长他没法接受自己孩子是个普通人，说通俗点就啥也不是。实际上家长自己也很普通啊，但是他总觉得自己孩子应该不普通，对吧？哪怕自己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他也希望孩子不普通，所以都是这种心态。所以本来对孩子的这种严监管呢，应该顶多到高中就应该结束了，但是他也延伸到大学去了，甚至延伸到研究生阶段，还要延伸到博士阶段，甚至还要延伸到你毕业了。很多孩子一毕业之后上班了，还得听父母的，事无巨细回家要汇报给父母。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这个很多单位不准装监控，否则如果单位允许装监控的话，那家长恐怕在你单位也要装监控，对吧？你到一个公司上班报道，你家长就要求你们公司赶紧建群，对吧？让我知道。确实因为没这个先例，对吧？这个政策上不允许，否则家长都会有这个要求他24小时监控既然这样做不到，那只好对吧？孩子回来汇报所以这个孩子这工作是不是上进该不该跳槽该不该升职怎么跟领导打交道这个事情怎么处理，那父母都得参与干涉，孩子就成了个大宝贝，他也长不大。所以我在那个直播后我的节目里面经常说，对吧？你上了大学尤其是你一旦上班了，财务自由自己赚钱能养活自己，一定要跟父母划清界限。除非父母有矿有巨量的财富需要你继承，否则的话，对吧？父母的话反正大部分都是正确的废话，你不划清界限，父母就是你的天花板，就这么个现实这非常悲哀的。你越听话，你的天花板越低。不是说父母的话都不能听你父母叫你不要犯法，对吧？父母叫你走正路，这个都是对的。所以说这叫正确的废话嘛，不是让你跟父母反着来，父母让你不要干坏事，你就偏要干坏事，不是这个意思父母不仅要干涉你的工作，还要干涉你的婚姻，干涉你相亲，对吧？干涉你谈恋爱，甚至以后要干涉你生孩子，这么一代一代的干涉下去。所以第一个，这是跟父母有密切关系，就父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放手，应该什么时候放手。第二个呢，当然跟学生有关系了，这个我也一直说现在的大学生就是个大宝贝。为什么大宝贝呢？当然跟这个父母从小一直管有关系，时时刻刻的盯着他，提醒他，无微不至的关照，这把他变成一个大宝贝，他没有办法独立处理问题除了刷题，对吧？除了做题啥都不会。从一生下来到上幼儿园，到上小学、初中、高中，一直被监视、被呵护，所以他也很难独立，所以就养成了凡事要问父母，父母问不到就问老师，他自己没办法做决定。所以上了大学，他就需要辅导员或者班主任对他严密监控手把手教他、管他，生活不能自理，对吧？学习也不能自立，也没有自律，也管不了自己。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上大学，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父母和学校做隔离，要建一个防火墙。当然那个时候因为条件限制学校跟家里联系本来就难，没那么容易。那时候发电报，要么是写信，那时候打电话都难一个村就没有电话，连城市家庭的孩子他不打电话的不一定有电话所以基本上是信，还有一个就是电报。所以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呢？如果这个学生是略施小计他就会造成家长和学校里面是隔阂的，是根本就不知道家长不知道学校里在搞啥，学校也不知道你家里什么情况，这样也挺好的，省心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很多事情学生自己做主。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学校原因，对吧？学校各种 KPI， 刚才文章也说了因为这个孩子在学校稍微出点事，那家长肯定是找学校不依不饶。所以学校他为了害怕，对吧？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他也对大学生进行这种严密的监控，讲动态，对吧？情绪有没有上课，成绩怎么样，他都要进行监控，他最后都是会变成一项一项细化的具体的 KPI 指标，用这个指标来衡量班主任或者是辅导员。那辅导员没办法，他只能按照这个来，所以要求学生，对吧？你上课你得坐在前排，手机交出来，没收手机等等，对吧？要打卡，不能挂科，事无巨细管起来。这些现象导致这个大学生上了大学以后跟高中生没区别，管得服服帖帖的。我刚才说了，就我现在接触到大学生，我就发现他跟20年前大学生完全不一样，被老师管得死死的，服服帖帖的，对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个前年嘛，江西南昌的这个鼠头鸭脖这个事件，对吧？明明是他自己发的视频，说这个是老鼠的头，不是鸭脖。校长来一找他，他说鸭脖不是老鼠的头。过几天省里面的这个调查组来了，他又是老鼠的头，不是鸭脖。这个搁在我们那一代很难想象，而且呢还不是个什么正经大学，好像就是个什么职业什么学校吧，就是不是基于事实，而是根据谁官大，对吧？谁的官大就按谁说，他不是基于自己的认知，说这个就是鸭脖，或者这就是老鼠的头。我认为就是老鼠的头，谁来了他还是老鼠。
出来，他不是的，对吧？这个就是一种悲哀啊。实际上啊，这里面有家长的原因，有学生自己的原因，有学校的原因，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这个不能细说，因为学生是个年轻的群体，思想最活跃，如果不加以严格管理，很容易出事，这个大家都懂。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对学生进行严密的这种监视，或者是叫思想道德这种约束，或者是这是一种必然。老师和学生之间互相监视，学生和学生之间互相监视，学生越管越死，越管越沉闷，越管他思想越不活跃，学校里面大学生死气沉沉。你再叠加上这个经济形势不好，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所以被迫啊进入这个蓄水池，就是要么考研，要么考公，考研考公都需要你谨言慎行，对吧？至少你言论上不能犯错误啊，都得要求你四平八稳的，不能出事。所以这些学生从小就被这大学开始啊，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大学辅导员就要求学生考研或者是考公，因为是种种 KPI 导致的啊。有的话找不到工作，你这大学就业率这么差，那学校脸上没光彩啊，对后面招生也不利啊。所以说这辅导员的一项任务就是劝学生考研考公，从大一大二就开始了。那一旦这个学生被灌输了要考研考公，那他就得小心一点，对吧？你得加入社团，对吧？你加入社团你就得天天写思想汇报，对吧？还有加入社团积极分子，那你也得写啊，这个 PUA 各种控制，让这学生越来越老实，然后学生在监控老师，老师课堂上说话是不是贵美崇美，是不是1450啊？你连反俄都要举报，对吧？你说俄罗斯不好，那学生他还举报你，是不是就互相监视啊？目的就达到了。所以现在我看很多大学生啊，对辅导员对老师啊言听计从，唯唯诺诺，我看着都心疼，这在过去难以想象啊。我看现在还有大学生动不动还写检讨，班主任让他写检讨，这不就是 PUA 吗？所以我们一直说啊，这个大学生，我们说这叫知识分子，受过教育。什么叫受过教育呢？人有没有独立的人格？如果没有独立的人格，思想不独立，有没有独立思考能力？这个不能称之为大学生，充其量还是个中学生啊。我认为大学生和中学生的区别就是这个：人格独立，思想独立，有独立思考能力。不是你认的字多，不是你刷的题多，就叫大学生。所以说啊，考虑到现在啊，因为就业比较难，你即便是考研也面临着就业难，考公也很难，对吧？与其反正是毕业不好找工作，还不如从大学开始啊，就要放飞自我，就要发展自己的长处，不能按照家长，不能按照社会这个模子啊去雕刻自己，而是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人跟人不同啊，进入大学校园的第一天就要树立这种观念，对吧？不必盲目追求跟别人一样，而是要追求发挥自己的长处，培养锻炼自己的长处，要有独立的人格，要有脱离这种束缚的这种决心。把家长把老师对你的这种期望都当做一种束缚啊，它是枷锁，它是铁链。实际上你很多大学老师他自己混的就不咋地，自己就稀里糊涂的，也不知道怎么就当了辅导员，也不知道怎么就留校当了个班主任，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明天干啥，是辞职是下海还是接着干，然后你指望他来教你，这本身就是个笑话。你想一想，很多这个大学辅导员才20多岁，刚大学毕业或者是研究生毕业，不知道什么原因留校成了你的辅导员，他能教你啥呢？他只能把他的迷茫传递给你。所以说啊，你既然上了大学，你就要破除这些迷信。有的人父母恐怕都没上过大学，然后你对父母言听计从啊，父母知道你在学校里应该怎么学习，你这也是笑话。所以说来说去啊，就是一个大学生和中学生的区别。我觉得大学生就应该是独立思考，敢于摆脱这些枷锁。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